男士們，你哋要懂得知足啊，因為你永遠都係虧欠自己嘅老婆㗎。生 B、湊仔、離開職場，呢幾個階段絕對係女人睇透一個男人嘅好時機。有一部分老婆就會經歷俾男人嘅背叛，有部分就會經歷睇人臉色做人，亦都有一部分就會經歷伸手攞錢嘅尷尬。有時我突然間就會諗，究竟婚姻帶畀我哋女人啲乜嘢呢？為咗家庭，為咗小朋友，我哋付出咗幾多，改變咗幾多，男人又理解幾多呢？女人嘅艱辛係男人永遠都冇辦法想像同埋體會嘅痛苦。知道開刀要縫幾多層嗎？8層啊！知道順產有幾痛嗎？即係好似突然間有10條骨一齊折斷咁樣咯。可能生一個小朋友對於男人嚟講，只係屋企多咗個小成員，經濟壓力大咗啲啦。但係對於我哋女人嚟講，就係翻天覆地嘅變化。由大肚不適到抬住幾十斤嘅肚接近1年，再去到生產時候對身體帶嚟嘅傷口，同埋一般人無法承受嘅痛楚，再隨之而嚟就係日夜餵奶嘅辛酸。有幾多個晚上媽媽係能夠一覺瞓天光嘅呢？因為愛，你老婆為咗呢個家付出咗幾多嘅心力，亦都係因為你，佢忍受住伴隨10月懷胎而嚟嘅身體變化同埋所有嘅變化。如果你唔錫佢，仲有邊個錫佢啊？亦都請你哋唔好因為工作攰而返到屋企，對於太太大聲呼叫、大聲呼喝。你要知道喎，女人湊仔仲攰過返工啊！所以請你好好珍惜身邊呢一個為你付出嘅女人。